讲到真实的谈福音的滋味，请陈牧师。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来领受上帝对今仔日伫礼拜中间所赏赐咱伊的话的祝福。伫咱要领受圣经的话之前，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恳求你降临伫圣殿中，互每一个来敬拜你，你的囝儿查某囝，会当伫今仔日的礼拜堂中间，伫心内领受上帝你同在迄种的满足。求你的光照伫阮的内心，亲像今仔日的圣经讲，你对黑暗讲，要有光对你发出。求天父上帝用你的真光，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求你将你的恩惠放伫阮的嘴唇，互阮谈着福音的滋味。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享受这个信仰，毋是干那一个规矩，嘛毋是干那一个活动。祝福阮做基督徒是一个享受，互阮的人生是甲主你同行。恳求至圣的上帝来帮助阮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。互阮因为心往里拍开，每一个人就得到祝福。阮伫你的面前静静听，恳求你甲阮撒个地地。阮安尼恳求祈祷我个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有的姊妹，今仔日的礼拜，最希望会当鼓励咱享受做一个基督徒的幸福。我毋知你对主耶稣了后，你感觉你的人生怎样？咱的教会。伫所有的事工中间，拢用享受这个来做目的，享受做礼拜，享受祈祷会，享受查经，享受教会团契的生活，享受为主做工的价值甲意义。兄弟姊妹，信仰毋是一个抽象，毋是无影无食，毋是干那风声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做一个基督徒。咱毋通空空离开上帝的身边，所以今仔日的礼拜教会为咱的祈祷，就是愿天父上帝进入这个礼拜堂的中间。恁可所看到的，毋是干那兄弟姊妹，恁所看到的，毋是干那牧师。牧师伫起头的祈祷中间讲，恳求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内，互阮看见伊的荣耀，互阮享受伊伫咱生命中间迄种真真实实。充充实实伫咱的生命中，所听的姊妹，愿主耶稣搁活伫恁的心灵中间，也亲像顶礼拜咱的礼拜的题目讲，领受圣神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恁的人生才做一个新的开始。有人爱啉咖啡，有人爱啉乌龙茶，为什么？大家人拢有一片道理。哇，咖啡苦到要死，开有通啥物通好啉？但是有个人就偏偏爱迄个咖啡，伫迄个苦涩的背后，有某一种回甘，也是讲有个人讲，伊会啉出来讲，迄个咖啡后壁有迄种啥物种的水果的香味。有人爱啉乌龙茶，为什么？伊讲乌龙茶有一种的清清的清香。外国人啉无咱台湾的乌龙茶。因为因所啉的茶一定爱甜甜，所以无论伊啉红茶、啉啥物茶，一定爱透牛奶、透糖。但是咱爱啉迄个原味的。所听的姊妹，你做基督徒了后，你敢有担着这个信仰所互你的甘甜？今仔圣经第4篇中间，特别是第4篇的第34篇，伊讲来试看主恩典的滋味。伊讲试看尔，无后壁稳定的滋味。好好本的圣经翻译了较清楚。伊讲来尝尝主恩的滋味。咱做上帝的囝儿，毋是干那爱做奴隶服侍伊，迄也规矩，迄也规矩，伫教会内底爱做这爱做迄。做基督徒毋是安尼。上帝的囝儿就是享受老爸的疼，享受老爸伫咱人生中间所享受最稳定。但是偏偏有的基督徒，因为咱的信仰粗浅，咱信伫表面，无真正互信入心，
所以有的我的老师甲我讲，有的基督徒信，但是则无，意思就是伫个意识中间又感觉伊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并无伫伊的情绪甲感情的中间享受基督徒。所以有人讲信基督徒几啊十年，对遮走袂到遮，为什么？因为咱无拍开心，咱无真正领受这个福音伫咱的内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咱的信仰毋是一个规矩，咱的信仰嘛毋是一个律法。基督徒千千万万毋通甲活我的信仰信甲死气沉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，主所享受的圣神，将迄个活泼的欢喜放伫咱的生命中间。咱纯粹双手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感谢你通过牧师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带阮读即句的圣经。主，我要向你开嘴，主，我要试看这个信仰的甘甜，求就互咱找就拄着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在座无论是初信第一代基督徒，或者是你已经几啊代的基督徒，无论是少年囡仔，无论是大人老人，所听的姊妹。愿咱伫即间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欢头喜面，互咱的亲人看到咱讲，因信基督教的人，较会遐尼幸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祝福咱担着稳定的滋味，祝福咱大家。有人爱啉咖啡，有人爱啉乌龙茶，有人爱啉秘鲁，有人爱啉高粱的。每一个人有无同款的口味，但是。上比饲百样人，这个福音要互无同款的需要的人，拢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中间，得到满足的喜乐。因为耶稣讲：“我来到这个世间，是为着要世间人来得到丰盛的活命。”所听的姊妹，人的心是上困难满足的。食饭啊，无论你外口食无超过10碗，是无？你若超过10碗，就是一个勉强一艰苦。但是人的心是一个无限的，永远无停止。人永远感觉欠一项，什么？愿上帝满足你的心，愿上帝一听，常常就伫你的生命中间。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听，咱就无搁再孤单。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听，咱就感觉一个幸福。自古早以来，神的世界。因咧讲起幸福的源头，因讲一句话：会有大摩尼亚。这个字是圣经的字。会有大摩尼亚伫这个足出名的这个神的苏格拉底这个哲学家，伊有一本册叫做《幸福论》，伊所有的理论拢用这个字。会有大摩尼亚这个字，就是圣经内底讲，你的心内若有一个好的灵。你的内面啊，带着一个真善良、一个喜乐、一个真平安的圣神在你的内面。会有这个字就是好的意思。大摩尼的意思就是灵。伫希腊人的信仰的因的观念的内底，灵有分好的灵甲歹灵。好的灵会让互人良善，好的灵会让互人有平安。所以人的内面啊，带一个上帝的灵，踮伫伊的内面，伊的人生就全然无共款。愿咱今仔日的礼拜，会记得顶礼拜，咱祈祷讲，主啊，求你享受圣神，充充足足运行伫我的中间。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求你用你福音的恩惠来满足我。所听的姊妹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那你的囡仔、你的朋友问你讲，你为什么要去教会？去教会有什么好处？所听下姊妹，你说得出所以然来吗？兄弟姊妹，你敢讲会出来？你做基督徒有享受到什么？愿主帮助咱，担着福音的滋味。白话字讲，不是白话字，就是汉台湾话圣经的译本翻做试看。这是两个字，你试，你就要明白。这是两个字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稳定的滋味放在咱的人生的中间。你谈了，你就讲：哎呀，原来是这个滋味，一生你都无法度袂记得啉咖啡。我真爱啉咖啡，
迄个咖啡的滋味永远是一个吸引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虽然咖啡已经停了，你嘛阁洗喙啊，但是迄个咖啡的味永远停留伫你的脑，有一个味道的记忆。你捌有这种味道的记忆吗？老母细汉煮互你食的妈妈的味道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，主求你互我担着稳定的滋味。今仔日我要邀请咱做两个祈祷。第一，咱甲主讲，主互我试看你稳定的滋味。旧约讲稳定的滋味，新约讲福音。兄弟姊妹，福音甲稳定的滋味有共款吗？咱会当讲广义，就是讲较宽讲，是伫旧约的中间咧讲，试看上帝稳定的滋味，其实对新约咧讲的福音的好处。但是福音比这个稳定的滋味更较宽，因为福音就是咧讲起伫你的生命中间真要紧的好消息。福音这个字本身就是好消息。最近读一个我真尊敬，也是影响我一生足大的一个牧师，伊的名叫做 Calvert。伊一生中间有一个真出名的一种的理论，伊叫做危机中的信仰，危机中的神学。伊讲，伫人的人生中间所经历的一切苦楚、困难、挑战、危机，其实就是机会。咱拢知影。危机就是转机，对不？这个牧师讲，伫人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上帝对人讲话，福音就是这个意思。伫人拄着困难，人拄着孤单，人拄着欠缺，伫各种的黑暗的时阵，就亲像今仔圣经讲，上帝对黑暗讲，没有光对你发出。关这句话才对你的恩望，你甲主讲，主你的光若来。我的生命就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。主你的圣神若踮伫我的内面，我就要得自由、平安、喜乐。所以听你姊妹讲，咱伫主的面前，第一个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互我担着你稳定的滋味。今仔圣经和本的圣经是安尼写，伊讲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试看卖。白话字的翻译，罗马字的翻译讲试看。来到教会读圣经，就是要明白上帝的话，然后将上帝的话用伫你的人生的中间。你试看卖，上帝的话会用起来未用起？伫咱世间有真多老师，但是咱唔知要相信这个，要听这个，听迄个，对不？有真多理论，但是咱唔知对一个理论是会当真正互咱人生幸福，佮有帮助。所以伫上帝圣殿内，其实就是一生的经历。伫我少年的时阵，父母甲我读的上帝话，一直到我今仔日，我知影我阿公的上帝，我的爸爸的上帝，我的妈妈的上帝，永远是我的上帝。因所讲的这个上帝，是真正个活，是真的上帝，不是抽象的，不是风声的，不是一个无影无迹。拄则我甲咱讲，是一个枯燥无味。不是，咱的上帝所予咱的人生是甘甜，佮有滋味。我咱伫今日这个礼拜，咱来试看。所以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开你的嘴，开你的心，互上帝的话甲你撒甲伫地。圣经讲，恁就要知影，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伊的信息到万世代，偏偏是诗篇，今日咱读的是诗篇34篇第8节，但是大笔所讲，伫诗篇100篇第6节，伊讲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息到万世代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我可伊的人有福气。诗篇这卷的圣经最重要的主题是咧讲幸福。咱的教会伫即季查经的题目嘛是咧讲幸福。对圣经内底来认捌幸福的态度，对圣经来认捌幸福的理由，对圣经来认捌幸福
对什么人所互咱。昨个圣经查经的时阵，咱讲有人挖靠车，有人挖靠马，有人挖靠名声，有人挖靠金钱。这个世间有什么挖靠是永远袂倒？独独耶和华就是咱的挖靠，至圣的天父上帝是咱的挖靠。所以你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试看卖，代表讲敬畏上帝的人无欠过一项，无欠过的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满足，对不？什么人是满足的人？就是伊感觉心内无欠。足侪好嘅人，伊永远欠一项物件。有咧笑话安尼讲，可能较无礼貌。伊讲小姐永远欠一双伊要穿的鞋啊！我毋知即种道理讲会通啊未通。若去洗百货公司，看哪洗，就想要找一双，伊穿了下舒，伊感觉水的鞋啊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真正满足的喜乐就是无欠亏。愿天父上帝成做咱满足的喜乐，因为上帝伊的灵点伫咱的内面，无欠过一项的良善。现在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常常为着你的生命的改变来祈祷。你甲主祷讲，主啊，互我越来越像你，耶稣互我愈来愈亲像你。我嘛要互恁一个自我反省的邀请。你信耶稣了后，你的生命有改变吗？你有感觉你年年在改变吗？你最细汉到今仔日，你伫耶稣的陪伴的内面，你的生命有什么上价值的无同款的所在？习惯的改变吗？思想的改变吗？态度的改变吗？能力的改变吗？或者你的体格的改变？人老拢自然的体格改变，但是人老无一定就是会愈来愈成熟，愈来愈互人感觉有荣耀，有一种生命的经历所带来迄种智慧的光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独独追求耶和华的人，要有耶和华各种的良善，神的良善进到咱的心内，咱想好、讲好、做好，咱的生命自然就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爱记得一项。今仔日的金句，伊讲要渴慕纯净的灵奶。兄弟姊妹，毋是各种的道理拢是道理，有一寡道理是似是而非。但是上帝的话是是非而是，因为觉得真侪人读无，所以感觉上帝的道理改成真无理。但是上帝的道理永远是真实的。对一个世俗化的人，上帝的道理听了真苍耳，伊会感觉这较会通。人来到这个世间，就是为了享受，敢毋是？为什么爱服侍别人？为什么爱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去听迄个不可爱的人？上帝话是一个纯净的灵奶。所听的姊妹，要啉清气的水，都要摕清气的杯仔来底。你会记，咱伫讲道中，伫咱的聚会中间，已经讲足一摆，这是德国人的谚语啦。这个东德的莱比锡有一个城市叫做莱比锡。伫这个城市的中间有一句，伫因镇上的喷泉，就是因的镇的市政府头前有一个喷泉。伫个喷泉头前写一句话讲：要啉清气的水，就爱摕清气的杯仔来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上，就要将以清气的真理放伫咱的心内。兄弟姊妹，摕清气的心，用清气的心来承受。无清气的心，永远听无上帝的话。无谦卑的态度，永远无法度得到改变。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亲自将这个稳定的滋味放伫咱的嘴唇，永永远远，永永远远，
互咱享受做基督徒的欢喜甲快乐，互咱会当了解讲保罗为什么讲，前我感觉荣华富贵的价值，但是今仔日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看这一切亲像粪扫。主啊，帮助咱，互咱伫上帝的灵粮顶悬渐渐大汉。灵粮就是上帝的话。一个若并大读圣经，唔肯读圣经，或者讲听到圣经的话嘛辩论，伫遐争论讲上帝的话，敢真正安尼嘛？兄弟姊妹，咱若较无，咱才有法度长大成人。伊讲至教得救，主讲我要光对黑暗出，愚公的人要因为上帝的话。目睭越走无看虚假，今日咱师会终身长老，伊伫祈祷的中间，嘛是安尼为咱祈祷讲，主要求你帮助阮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，因为今仔日的世间人常常是活伫世俗化甲虚假的主张的中间，敢毋是安尼？打着民主反民主，兄弟姊妹，咱这世间有真多真奇怪的代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愿咱真正知影什么是真理，伫主的面前。所以拄则牧师问咱讲，主的恩典的滋味甲福音有共款吗？广义来说是，上帝所予人的恩典，毋是干那食清用。上帝所予人的用，真正恩典对旧约开始，就是予咱遮做一个有荣耀的品格，伫人的面前。有上帝荣光的人，所以恩典的滋味甲福音有关系。福音伊的意思，原本这个字就是好消息。伫咱的无知，伫咱的愚妄，伫咱的骄傲，伫咱的黑暗的中间，上帝伊讲话，但忽然醒起来讲，我开遮尔糊涂，迄叫做好消息。所以上帝讲要有光对黑暗出的意思。就是当一个人来愚妄虚假时，上帝好的目睭也走无看虚假。上帝的话讲话，人就看见光。所以代表讲，上帝的话就是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要互咱脱离黑暗，互咱的心光明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真做有真正属天的智慧。有真正属天的智慧，咱若有属天的智慧，咱伫人情世事顶悬，咱就清楚。你同意吗？一个若有属天的智慧，就是有上帝真善美，有信望爱。一个人伫做人情世事、做人的顶悬，都一定会通哪来哪亲像主耶稣基督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努力学习这个功课。咱甲耶稣讲，帮助我，互我哪来哪亲像你？为什么牧师要安尼甲咱鼓励？因为咱每一个人哪来哪亲像耶稣基督，咱的教会就哪来哪亲像耶稣基督，是吗？当人来到这个教会，伊就发现，较有一间草地教会，伊遐尼水。有真侪人来到咱的教会讲。哦，恁的教会较遮尔水，兄弟姊妹，种花花草草较简单啦，因为咱离田尾真近。但是要成做一种的水，就是内底灵魂的水，简单吗？无简单。咱拢是无共款的基督徒，咱嘛有无共款的品味，咱嘛有无共款的习惯，咱嘛有无共款的自我。的主张，但是咱啊，学习耶稣，咱每一个人拢越来越像耶稣。咱的教会自然而然就亲像耶稣。咱前这几十年中间，真常常有韩国教会牧师来陪灵。有一个牧师甲阮讲：“哦，恁的教会足亲像阮的韩国教会。”我甲伊讲：“歹势，阮的教会毋是亲像耶稣韩国教会。”因为恁的教会亲像耶稣，阮的教会嘛亲像耶稣，所以咱就安那，真共款。无论去到世界什么所在，那是耶稣的教会，
都有同样的记忆的味道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求你通过福音的滋味，给我三项。求主用福音，用主的恩典来养起咱，纯净的灵来，圣洁的属天的美娘，上帝的灵，上帝的话，给咱三项代志。第一，给咱的灵命健康。灵命健康的人，心内有好，心内有疼，心内有清气，心内有谦卑，心内有温柔。灵命健康的人，不容易烦恼东烦恼西。灵命健康的人，是一个真正会通帮助人、敬拜耶稣的人。第二，灵命健康的人，伊会通互咱承受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新约。咱每一摆守圣餐，逐个月守圣餐，牧师拢讲，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，摕去食，恁就用安尼来纪念我。咱拢会用这句话纪念主耶稣基督，做咱礼拜的重心。兄弟姊妹，无论是守圣餐，无论是做礼拜，最重要的精神就是纪念主耶稣。担着主恩典的滋味的人，伊才会通承受。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新约的意思就是，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兄弟姊妹，你有心中的习惯，你将来无管你为着耶稣改变的，伫今仔日奉主耶稣的圣名，恳求圣神感动你为耶稣改变。有的人一世人伊知迄个习惯是无好，但是一世人逃避面对迄个问题，因为咱拢有一种的感觉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伫我人生的经验，上着我经验着改变的快乐。我真知影脾气歹是无法度改变的，我嘛真知影性情若真傻、真急的人，伊真容易讲唔到话，伊真容易发脾气，伊真容易甲人冲突。但是上帝若爱你改变，主耶稣就要用伊伫十字架顶悬的权能，互你，咱就有能力改变。所以耶稣讲，我是葡萄树，恁是葡萄枝，恁若踮伫我内底，恁就会当结出丰盛的果子。我是葡萄树，恁是葡萄枝，若离开我，恁就袂当做什么。一个月前读一篇讲道片，是一个苏格兰真出名的宗教改革宗的牧师，伊讲踮伫耶稣基督的内底的基督徒，要成做有能力的基督徒，这叫做承担新约。伊用一个英语的名叫做 can do，can 就是能够 ，do 就是有作为，有能力成为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的人。我真爱这句话。有当时跨文化的学习，无同款的语言，会互你的感动更较强。耶稣讲，你袂会做，你会当做。咱有当时读，无一定会足深，真强烈去了解。耶稣咧讲，若离开我，你就袂当做什么。咱可能袂真感觉讲，保罗所讲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但是当你用无同款的跨文化的语言，还是讲无同款的讲道者，伊用无同款的语言重点的时候，你可能感觉讲，哇，对啊，关键字 can do person 就是讲，咱信这个真理是要真做一个，伫这个黑暗的世代，真做有主张的人，有能力通判断，通讲袂甲兄弟姊妹，你愿意这样做一个 can do person 嘛？少年人。上帝帮助恁，上帝圣神来踮伫恁的内底，恁就叫做有能力的人。愿天父上帝伫你的今仔日的礼拜，互所有兄弟姊妹，咱拢叫做中大成熟的基督徒。保罗安怎讲？毋是诗篇，哥林多前书13章，爱是永不止息。伊落去讲，我细汉的时阵亲像囡仔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思想亲像囡仔，意念亲像囡仔。伊讲3项。
我细汉的时阵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我想法亲像囡仔，我意念、我念头亲像囡仔。既然长大成人，就弃杀囡仔的事，这幼稚的思想，这无知的意念，天父上帝互咱改变。咱信耶稣是安尼，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祝福亲爱的姊妹，为了耶稣基督长大，好吗？咱若这间教会有这间教会祈祷讲，主要求你帮助这间教会，互这间教会人数无济，但是这间教会每一个人拢是真实的基督徒。主帮长官，想看卖今仔日所听到书会读圣经的事，经文安怎讲？主讲，伊伫这个所在，咱就定头，甲这个身体去头前。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6节，应该甲上帝放伫头前。上帝吩咐光对黑暗出来。咱若生活伫一个乱糟糟的生活内底，咱若生活伫一个罪恶黑暗的这种的生活情景的内底，一个人在人生中间看无光芒，伫黑暗的中间，这句话对你来讲是一个足大的福音，因为上帝讲，光要对你的黑暗的生活中间发出来。大概是4年前，我听到一篇的讲道。迄边的讲道咧讲起500年前有一个牧师叫做约翰加里文，长老教会创办人，伊的讲道，伊用约翰加里文的讲道篇做伊的讲道篇。伊讲 After darkness light， 意思就是黑夜过后必有光明。咱的教会是安尼教会，2000年前保罗已经讲，上帝讲要有光对黑暗出。500年前，约翰加里文嘛安尼讲：黑夜过后必有光明。迄句话有影响无？有。迄句话影响全世界。如果你有机会去瑞士旅游，莫干那去少女峰，莫干那去咧即块迄个冰河的所在。日内瓦有一个都市叫做毋是日内瓦，就是苏格兰，毋是苏格兰，瑞士有一个都市叫做日内瓦。伫迄个所在有一间大学，叫做日内瓦大学。这间大学就是约翰加尔文创办的大学。到今仔日，伫迄个学校诶，这个广场的后壁，有一个绿地，采4间足大的雕像。伫迄个雕像的顶端就是写这句话 ：“After darkness, light。”当然，伊毋是写英语，伊是写拉丁文。迄4个人就是影响日内瓦最要紧宗教改革的人。一个人就是甲约翰加尔文邀请来到日内瓦，因为加尔文原本是伫法国，但是有一个日内瓦一个牧师，伊对心内感觉加尔文是一个有可能当改变世界的人，伊甲邀请伊来日内瓦，所以第一个牧师甲伊邀请，后来加尔文。伫迄个所在教神学起学校，后来伊改变一个叫做变个2个牧师，一个是后来接加尔文，因为到后来加尔文破病年老的时阵，有一个接棒者，有一个邀请的人，有一个接棒者，佫有一个就是今仔日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真要紧有关系，苏格兰的教会之父叫做 John Knox。所以你姊妹，咱的教会有一段真阳光的历史，咱的教会嘛有一段真有智慧的信仰。愿意的光到代代无尽，对保罗到约翰加尔文到今仔日，上帝讲，这个光要照伫恁的心内，阿们嘛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互上帝光，甲你带路吗？你愿意这个光带你的家族，甲你的囡仔吗？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对你讲话，伊讲这个光就是宝贝，放伫土所做的辖区，迄个器区内底。咱咧讲的土所做的瓦器吼，其实就是讲人的灵魂啦。因为人就是土粉所做的，对亚当开始，咱有这个观念。上帝的宝贝就是耶稣基督，
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生命的真光，这个真光呢，放在咱的生命的内底。咱虽然粗俗是土粉所做的人，但是伊讲什么？没有极大的能力对上帝来出，在你的生命中间。阿们嘛！亲爱的姊妹，唔通做无愧无力、随随便便、老老丑丑的基督徒。咱阿主讲，主啊，我要做一个有愧力的基督徒。我要改变我的家族，我要改变我的人生，我要改变我的家庭。主，我要为你做见证。我咱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将伊的能力放伫咱的内底。有这个能力有大大的好处。今仔日哥林多后书讲，四面受敌不被困，心里为难不致失望。兄弟姊妹有水无？咱拄着外面的情景有真多的攻击，但是咱无去互迄个攻击击倒。心内虽然有为难，但是无绝望。兄弟姊妹，圣经的话是遮尔水啊！咱何必来逐所在去听名嘴演讲呢？兄弟姊妹，重要的话唔免济，有当时一句话就是活出咱一生啊！愿天父上帝请赐咱穿属灵的军装，四面受敌不被围困，心里作难为难不致失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在咱今仔日的祈祷中间，牧师甲恁写危机的神学跟盼望的神学，这拢是伫世界中间黑暗的时代所写出来。危机神学跟盼望的神学，拢是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间，人类对战争的惊吓、恐慌、死亡、绝望，伫个中间所写出来。伊个危机神学，就是对反抗希特勒开始，卡尔巴特伊写的，就是讲，伫危机的中间，上帝要讲话，互人类教会会当做伊信仰的选择甲决定。危机神学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互基督徒会当因为信仰做正确的决定。啊，你姊妹，你有能力通为着你的人生做正确的决定吗？咱的人生拢会拄着冲击，牧师嘛会嘛。但是我身为恁的兄弟，身为恁的牧师，我拄着攻击的时候，我应该安怎做？我会认真去想讲，我应该安怎做？亲爱的姊妹，愿主甲咱三个地带，危机神学就是伫艰难、绝望、黑暗的中间，我信仰的行动，上帝甲我讲安怎做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带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常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也带着耶稣的生，什么意思？耶稣安怎死，不是不明不白。耶稣是为着义，为着罪，为着拯救，为着赦免。所以耶稣伊一生的死，是有一个昂贵的祭坛。所以听你讲嘛，咱的一生的死，实有如安那泰山，轻如鸿毛。人啊，一生生甲死，有无同款的价值？耶稣的生，耶稣的死，改变基督徒对人生的主张。所以，一个叫做齐克果的牧师，恁捌听过牧师讲这句话？伊咧鼓励基督徒讲，基督徒一生中间上要紧的功课，就是找到愿意为之生、为之死的祭坛。一个基督徒，一个少年人，上重要一生的功课，就是伫伊成长的时阵，还个青少年，就找到伊的人生中间，什么是上有价值的？我愿意一生为着伊来活，我愿意为着这个价值的成就来付出我生命的代价，找到为之生、为之死的价值。齐克果的观念是对保罗来，齐克果是一个丹麦哲学家。伊互人家称之为存在主义之父，就是伫生的世界咧讲起人存在意义甲价值，上要紧的一个开始。当然，伊袂使总叫做伊是之父啦，因为保罗已经讲了啊。所以啊，你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话中间，上帝互恁真侪有能力的人，会当穿基督徒这领衫。咱何其荣幸！耶稣讲：“来跟对我，
咱甲主讲，我愿意。耶稣甲基督徒这个名分，这领衫穿伫咱的心中，何德何能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主耶稣的能力，互你有能力。毋是读这个白纸黑字的册，所以这段话讲，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能力甲改变，毋是安那？通过这个死气沉沉的话，这个文字阅读，有真侪人一世人读圣经，但是读不出伊的滋味；有真侪人伫教会出入一世人，但是无真正。伊讲精意使人活，精意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圣性的意思，叫做 pneuma。上帝的圣性就踮伫咱的内底 ，pneuma 就是上帝的灵，人活起来。主帮助咱。最后第二个祈祷，我要邀请遐弟姊妹。这就是几年前我听到迄个演讲，我足感动，足感动。因为迄届的研习会有20几个全世界出名的讲道者，因伫一个主题就是宗教改革，拄满500年。2017年拄啊，就是宗教改革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满500年。迄年，伫欧洲、伫美国，因举行一个追思大会，因用讲座、用信仰的反省，邀请20几个世界出名的讲道者。第一个讲道者，伊的名叫做 Michael Rees。 对伊，我看到伊的讲道，听伊的内容，对伊头到尾感动。伊徛就讲台中间，伊徛咧顶天立地迄种的神圣安静的祈祷。也未听伊讲道，我敢若看到伊的祈祷，我的心已经受到足大的感动。伊讲主愿你的光，伫今仔日降临伫即个会场。伊毋是安尼啦，伊是一个台安尼足恭敬的。徛伫迄个讲台前，带所有的听众祈祷。伊的题目就是约翰教文500年前所讲的题目。伊讲 After darkness, light。我受伊感动，我嘛甲上帝祷告，主哪会当，互你的罗卜嘛会当帮助你的我的兄弟姊妹，伫每一摆做礼拜的时，因听有上帝的话。愿上帝伊家己甲恁讲，要有光对黑暗中间出来。所以你姊妹，你今晚若要阁生活伫黑暗中间的时，愿上帝圣神陪伴你，毋免惊，徛起来。因为上帝妈妈甲伊利亚讲：“你在那里干什么？”你伫崩坑的内底，上帝甲伊讲。你出来，徛伫我的面前。所听的姊妹，为着耶稣脱离黑暗的关系，我靠耶稣脱离黑暗的关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个话搁一解，上帝吩咐，上帝对迄个黑暗的情景，伊讲：死实啊，你的关系伫什么所在？上帝有权柄赢过死亡、黑暗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将伊的光照伫所有兄弟姊妹，奉耶稣的名祝福恁每一个人，拢享受这个信仰。阿门吗？愿主耶稣祝福恁，互恁担着福音的滋味。愿主耶稣各外灵帮助咱，无搁再软弱。勇敢壮大，做真实的基督徒。耶稣听你，耶稣听我，这就是约翰加尔文。伊一生影响欧洲世界何等大，这就是我甲恁讲的日内瓦大学4个雕像。上届这边这个是邀请嘉文的，对左边算过去第2个就是约翰嘉文的雕像，第3个伊的名叫做贝扎，搁过去迄个叫做 John Knox。约翰加尔文的学生，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个人虽讲死，但是因还阁咧讲话。我真受这个人的感动。上届迄边迄个人就是苏格兰的教会之父。伊死的时阵，伊阁被释放，苏格兰的国王讲，躺在这个地方的这一个人，
是一辈子不会拍马屁的人。我嘛决定，我一世人无要做拍马屁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咱有一个信用好的老爸，信用好的长辈，你的生命就会受唤起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免交济应受，因为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，不是耶稣看作宝贝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知影，咱是心中的教会，因是一个唯独荣耀神的教会，独独荣光归天父上帝教会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为着得等教会祈祷。在患难的中间，上帝要对咱讲话。这个就是我一生中间上尊敬的一个神学家。我一摆对日内瓦去德国过圣诞节，对德国倒来路中经过一个都市，就是卡马的故乡。我伫遐有转机火车接火车的，大概有半日的时间。我知影讲迄个人，这个人住伫较早的故乡。所以我就伫 information center， 就是迄个火车头，甲伊问讲，这个人伊会徛伫伫啥物所在？就摕一张地图甲我讲，你坐啥物车去对去对对。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无介简单找路的人，路痴吼，所以后来找几啊点嘛，找无伊到底是啥物所在。但是心意已然啦吼，有迄个心就好。这个人陪我成长，伊的著作影响我足深。伊最后所写一本册叫做《福音的神学》，真实的福音，货真价实的福音。伊最后所写迄本册叫做《福音的神学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基督徒，咱知影危机的神学最重要的是上帝伫危机患难受苦的时，对咱讲话，帮助咱做决定，互咱伫黑暗的世代危机的中间。最信用的主张，我是上帝的奴仆，我无权利选择我要去的路。咱是基督徒，咱无权利选择，互咱的上帝见效的代志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伊的圣神甲咱三甲伫地，愿主甲咱同在，互咱有盼望，互咱伫危机中间有盼望，互咱伫伊的面前。咱对着伊的帮助讲，求主赏赐我生命的勇气，互我有信用的开展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求主帮助阮所听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阮伫黑暗中永远有盼望，赏赐阮信用的开展甲勇气。互阮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主帮助每一个阮的囡仔，互因将来抬头挺胸。无伫今仔日这个黑暗的时代，错误的伦理观念甲错误的价值观念来扭曲因，做上帝你荣耀有价值的青年人。主帮助阮的教会虽然伫庄脚小小的所在，但是阮所发出的光会通荣耀你的名。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